來看第10屆的凱達格蘭論壇今仔舉行，總統賴清德親身出席，接受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名發表譴責中國實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聲明。賴總統嘛表示講，這個新法侵害到咱台灣的主權，佮想要透過跨國鎮壓，讓人驚甲唔敢出聲，製造驚嚇。總統是呼籲國際社會應該團結來反制。1, 2, 3,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give them a round of applause. 在第10屆凱達格蘭論壇頂頭，總統賴清德接受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名 IPAC 譴責中國實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聲明。賴總統感謝 IPAC 對台灣的支持，佮指出中國民族法唔那是侵害台灣的主權，佮想要用跨國的鎮壓製造叫大家激點點唔敢講的寒蟬效應，呼籲國際社會愛共同團結來反制。Taiwan's position is clear. We will not accept united front infiltration or raid terror. We will not stand by while China tries to extend its reach into Taiwan or any other free nation or region. We will build stronger systems to prevent, counter, and protect against these threats. We will also deepen our cooperation with friends and allies. 捌做過日本防衛大臣的蔣議員、中國員，嘛對中國民族法真煩惱，嘛警告各國對中國的脅迫作為，袂當干那看作是單一的治安問題，應該愛以國家安全的觀度來思考對策。領空を侵犯をされれば、レーダーがこれを捉えて、直ちに戦闘機が緊急発進をいたします。しかし、自國の領土に立つ国民が外国を恐れて物を言えなくなったときに、実際になる警報はどこにもありません。これを治安問題にとどまらず、国防の問題として捉えて、今こそ真剣に解決の手立てを打つ必要があります。也那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永久主席麥考爾嘛特別受到邀請，發表專題演講，嘛閣特別強調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無改變，而且會繼續推進對台灣軍售的進度。I'm confident the President will forward another package to the Congress soon with an additional $14 billion in critical military defense articles. 另外，咱台灣佇咧非洲唯一的友邦史瓦蒂尼總理戴羅素嘛來台灣參加會議，以行動破解台灣甲史瓦蒂尼邦誼無穩定的假消息，強調兩個國家友邦雖亡真久，毋過感情是愈來愈好，會繼續深化合作。記者綜合報道。